我覺得我頭先一路聽咧，我一路喺度岌頭緊嘅。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啲説話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因為法官 Trima Group 嘅判詞提到，身處英國嘅異見者能夠自由表達對原居地嘅不滿，係公正社會嘅無聲基石。英國國會訂立2023年國安法，正正就係針對好似兩名被告呢啲境外勢力嘅代理人持續秘密進行嘅干預行為。咁所以我覺得法官咁清晰咁樣講到出嚟，我自己覺得係我對英國嘅司法制度會非常之有信心啦。而家呢一刻，但係唔代表我對英國政府好有信心。佢認為中共善於分散投資，而仲標同魏志良只係冰山一角。司法制度嘅責任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完咗㗎啦，喺呢一個位置，因為佢哋已經將真係即係犯咗案嘅人懲罰咗佢哋。但係我覺得政府喺即係國際層面上，喺國際關係上，佢哋都應該對香港同中國採取更加強硬嘅態度，同埋佢哋應該要唔好再俾呢個嘅呢個香港經貿辦有所謂嘅外交豁免權咯。第一次做送車師啊，就係送你啦，好冇？張喜晴星期四親身入咗公眾席旁聽，另一位同樣被懸紅通緝嘅鍾翰林就喺庭外為兩名被告贈慶。有錢使得鬼推磨，實會有人係願意去以身試法嘅。咁只不過係成個嘅成本會高咗好多啦。相信對於佢哋而言係未來咧有一定嘅阻礙啦。鍾翰林雖然同樣認為判刑具一定阻嚇性，但相信跨境鎮壓唔會因而停止，所以英國政府有更加多嘢要做。警方喺跨境鎮壓嘅問題上面嘅不論係執法啊，以至到係佢哋嘅調查工作啊，佢哋嘅處理方法啊，其實呢一刻仍然係培訓係唔足夠嘅。佢哋係前線嘅警員係好難好準確地去知道究竟我哋係需要受到咩嘅保護嘅。咁呢一樣嘢係我諗英國政府好重要，需要去改革最 basic 嘅一樣嘢先啦。至於喺案情中曾經被提及嘅另一名被懸紅通緝港人孟兆達，喺判刑後透過香港勞權監察法聲明，直指兩名被告係罪有應得，但至今仍然有8名涉案人士未被檢控，促請英國警方繼續徹查，追究罪責。曾經大家嘅電話 App 一定有佢嘅存在，佢唔怕權貴，敢於踢爆。當然呢，亦都有做得唔好嘅地方。無論點，佢值得喺歷史上留下一個記錄。由追光者主辦嘅蘋果珍藏特展，6月19至21號喺台北舉行。我哋需要籌集25萬港元經費，希望大家支持，一齊備份蘋果，記錄香港。